副总统星期六在对宗教界领袖发表的讲话中说，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每年被美国国务院列为进行宗教迫害的国家。中国政府大规模关押少数民族维吾尔人和其他有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人权团体说，中国当局在所谓的在教育营关押了多达100万维吾尔穆斯林。居住在美国的维吾尔活动家塔伊尔一名的全家人受到中国当局的迫害，他弟弟阿迪利一名和玉素扑江一名分别被判处10年和8年监禁，他的母亲图拉尼莎女士被判处10年监禁，2个侄子被判无期徒刑。根据塔伊尔一名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他们被指控为亲人在美国从事分裂活动。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以在教育名义下非法拘押数百万维吾尔以及其他穆斯林，并否定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人权团体的有关指责。与此同时，集中营工作人员和前被拘押者透露集中营里的虐待情况。据韩东网报道，一位要求不具名的监狱长透露，维族人如果打过架、闯过红灯，都要被抓进教育转化营。进去的人要交代2至4名曾经违法犯罪的人，比如未经批准随身携带管制刀具等等。你交代了就不受酷刑，拒不交代的就要受酷刑折磨，导致人被迫互相揭发。有的人10几年前打过架也被提供出来抓捕了。美国国防部星期一说，已停止向土耳其提供与 F-35隐形战机相关的零部件和手册。美国已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土耳其购买俄罗斯的 S-400系统，除非土耳其停止这项交易。美国将暂停与交付 F-35战斗机有关的一切活动。如果土耳其最终仍然购买俄罗斯的系统，其购买 F-35战斗机的计划则面临取消的危险。以色列公共广播管理局宣布，特拉维夫政府计划在被占领的戈兰高地为非法犹太人定居点建造3万套新住房。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一份关于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的法令后，特拉维夫政府计划在该地区的非法犹太人定居点建造3万套新住房。